掂一掂你手啊，OK，準備啦。我驚你哋咧唔夠力，我幫手。好，我哋影咗相先，影咗相先，影咗相先。設計特色同風格咧，主要今次就同其他美容院做開嘅感覺唔同。咁其實今次成間寫字樓就係會較為通透啲。其實呢個 design 係可以完全擺喺一個地鋪度，一個商場嘅鋪頭度都得，因為我係會集埋櫥窗喺出邊已經入啲角度嚟，因為呢個特色係其實成層都斜自己咁。出現 lift 後，所以好似個感覺會係連成一線咁，令到個空間更玩得大啲，同埋一出 lift 嗰個空間會大啲。今次嘅設計咧，其實就係想營造一個比較開放啲嘅空間感覺。唔同普通嘅美容院啦，一入嚟得個 reception 啦，咁其實就比較一出嚟就開揚啲啦。同埋大家會即係 high tea 啊，食下嘢飲嘢，跟住一路做下 facial 呢種感覺，同埋成個感覺會 warm 啲咯。成間食地方嘅，咁譬如佢每一間房咧，隨住佢唔同嘅大細咧，會有唔同嘅風格嘅裏邊，亦都每間房亦都命名佢個名係世界各地嘅名嚟嘅。啲房就會少少 cyber，有啲就 grand 啲，有啲就好柔和好舒服，有啲就 lady 啲嘅，每個都會有少少唔同嘅特色。